夜晚灯光闪耀的大树下，一群小朋友跑跳翻滚，靠反复练习熟悉新学的舞步。我教他们跳这个舞哈，我刚开始一定会要求他们要学会唱。学会唱以后，你知道那个歌词意义以后，因为通常我们编的舞很多都是跟歌词有关系。歌词唱着客家人向前行，得跳出活力和冲劲。都是10岁左右的国小学生，跟着徐慧玉老师练功夫舞，真有2下子，下腰、劈腿、连续翻滚，基本功扎扎实实。他们从完全没有舞蹈底子，然后这样子慢慢进步来的。第一次翻就不怕？不会。哦，这么勇敢呐！都没有人受伤吗？翻的时候不会摔吗？不会，有时候会摔。那摔了就算了。小朋友不怕摔，热情也感染了妈妈们。都不会说好辛苦，不要练了。不会。你知道，每一次如果表演完大场的节目表演完以后哈，就跟他们讲说啊，下个礼拜就是停课一次，他们就全部就啊。放假不好吗？不好。真爱上了表演的成就感了。这个成立不到2年的新团体，在各种客家节庆参与演出，亲子同欢，一起成长。新年到了，你会讲吉祥话吗？不会讲吉祥话吗？会。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透过老师的引导，客家孩子们快乐吟唱自己的母语，舞出自己的步伐，也创造客家乐舞文化的一片天。不会讲吉祥话吗？万事如意。不会讲吉祥话吗？万事如意。